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3年前發生在新北市的校園掛頷頸的命案。兩個兇手，一個少年甲一個少女，分別被判刑12年甲11年。今年2月官司定案，但是被害者的家屬無法度接受判決的結果。死者的爸爸今仔日再度開記者會，指出到受害者4大困境，希望少年事件處理法會當修法。把我的危險曝在陽光下了，我沒辦法逃。那有人也建議我就是要搬家，可是我真的不能搬。反倒甲消散落吧，成為被害者家屬的痛苦和無奈。因為爸爸已經艱苦2年多，加害者有假釋的機會，對家屬更加是一種折磨。我只能預估他們大概哪時候提出假釋，那我就會在之前趕快讓媽媽跟姐姐他們出去租房子。2023年12月，新北市的校園掛頷頸案，和沈陽的國中心不幸過往。專案在今年2月12定案，兇手姓郭的少年仔和姓林的少女分別判12年和11年。這判決的結果，唔能讓被害者家屬聽袂落去。因為爸爸今仔日閣一擺出面呼籲少事法修法，希望被害者家屬攏有參與到，則袂讓諸神攏偏廢一邊去，強化保護文書。另外，還建立家屬知情意見表達的機制，和被害者家屬的聲音都傳送出去。我們不僅沒有辦法看報告，甚至連結論的部分我們也沒辦法獲知。那原因是因為他是少年，但其實這對被害者家屬來說，它是一個量刑非常非常重要的因子，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了解跟去表示意見。因為我覺得少事法真的是一個惡法，因為它只保障那些加害者，對我們受害者完全沒有保護。受限少事法的現行規定，被害者家屬無文書，心肝內的悲痛和疑問，煞無法度佇咧判決聽到答案。敢希望透過提起修法，和被害家屬的心聲，和司法制度聽到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